发厅像电影中令人怀念的场景。理发师林曼英有45年的老经验，许多客人大半辈子都靠她帮忙整理门面。像我很多客人学徒到现在40几年了，很多啊。从你学徒的时候一路给你理到现在。对，我学徒帮他洗头，洗到现在，现在又给我理头发，有他儿子也介绍来给我。他当阿公了吧？当阿公了。厚重的自动座椅已有40多岁，当年是比照头等舱等级打造，还能升降自如。架上木板是专给小朋友的设计，但无论年纪，来到这里都得低着头洗。不会很难过。哎，真的还好。我们这特别设计的。怎样特别设计？叫那个，他做了好几个，我们这个做的最好的。我们行话有没有不一样？10块说台块吧，从前有理发12块，洗头10块啊。洗头、剪发、外带修指甲和按摩，林老板坚持用老派上海帮的方式经营，还要继续让更多客人从头到脚体体面面。董后宽，董后宽，哎，董后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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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